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1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约书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以弗来书11章32节到12章的第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坚强勇敢。接手上帝所交代的工作，其实毋是一个真容易的事。或者是讲，领受上帝呼召，本来就毋是一个真容易的事吼。摩西领受上帝呼召，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摩西的接班人，这个约书亚，佫较是安尼吼。因为今仔日的经文咱所看到的就是上帝甲约书亚所宽免的，伫约书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上帝的话来讲，上帝的仆人摩西死了后，上主对摩西的助手伦的囝约书亚讲：“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，但你甲所有的人民着准备好势，过约旦河去我所要赏赐以色列的地。照我对摩西的应允。”恁会骹踏过的地，我拢要赐予恁。恁的领土对南边的旷野到北边的黎巴嫩，对东边的大河，就是到犹法拉底河，赫人的全地，直到日落迄边的地中海。你一世人无人会当赢过你，我安怎甲摩西同在，嘛要安尼来甲你同在。我一定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你要带这个人民征服我对因祖先立誓要赏赐予因的地。你一定着勇敢壮大，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，毋通偏倒偏右，安尼你无论去倒落，拢会事事顺利。你着常常读这个律法的册，暝日夜读夜想，互你遵行这本册所记一切的话，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。事事亨通。我命令你的着勇敢壮大，毋通惊，也毋通软。你无，因为你无论去倒位，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。上帝看免约书亚爱伊毋通烦恼，毋免惊吓，只要刚强壮大来跟对上帝，继续行头前的路，就必定会得到上帝的保守、带领、赐福。坚强、勇敢、刚强、壮大，是基督徒伫面对未来的基本态度啦吼。好，咱亲像希伯来书11章32节到12章第2节，保罗嘛是安尼来宽免基督徒着爱有信心，也就是讲着爱刚强壮大、勇敢坚强啦吼。我敢着去讲，我无够时间通提起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亚弗他、大毕、撒母耳甲众先知的事。这个人靠信心杀赢列国，推行行正义，领受着上帝的应允，因风捌狮的喙，拍花烈火，逃脱刀剑的杀害。因软弱变成做刚强，伫战场变成做勇猛，拍赢外国的军队。有一寡负责人有接因的亲人对死人中倒转来，嘛有一寡人为着要搁活得到较好的活命，拒绝解放，甘愿受酷刑的到死。有一寡人受虚人鞭拍，搁有一寡人受困绑关监。因互人用石头钉死，用锯仔锯死，用刀刣死。
因穿绵羊还是山羊的皮，逐所在奔波，忍受欠缺，迫害虐待对即世间无达得因徛起，因伫旷野、山岭石洞还是地穴四界流浪，遮的人通过因的信，拢有得到上帝的认定接纳。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，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，伊的旨意是爱遮的人甲咱有分伫遮的安排，安尼所信的就会当完全实现。12章第1节。既然有遮尔济的见证人，亲像云甲咱包围的，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，甲一切伫颠簸咱的罪，坚忍来跑走头前的路程，着自信看耶稣，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。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，无是即个凌辱。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因为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面。耶稣基督降世为着世间人的罪来爱这个十字架，来背这个十字架，是上帝差遣伊，也伫面对苦难的时阵，耶稣基督伊需要有坚强的勇气，来愿意谦卑顺服到死，来成就着上帝的救赎。诗篇72篇，上帝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赏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于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。伊会替百姓中间困苦的人伸冤，伊会解救散赤人，会拍碎压迫的。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来润泽土地。伊坐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月平久，享受大和平。伊的掌权对这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直到地极。住伫旷野的人会跪落伫伊的面前，伊的对敌会完全来降服。他施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，示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。愿列王拢拍落拜伊，万国拢服侍伊。因为散赤人求救的是伊的救恩，困苦无依偎的人，伊嘛会救恩。伊会怜悯困苦散赤的人，伊会拯救困苦人的性命，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的强迫。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，愿王万岁！愿意接受示巴进贡的金，愿百姓时常为了伊来祈祷，规日来祝福伊无停。愿这个土地五谷丰收，满山坪有麦穗，亲像黎巴嫩的树林遐尼旺。故城内人亲像地上的草木生兴旺。愿伊的名留到永远，亲像日头久长流传。人会因为伊来得到福气，万国会称伊做有福气。至关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伊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，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亚细大囝会囝大笔祈祷到这结束。恳求主帮助阮会当坚定的相信，勇敢来向前，为着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使命。求主帮助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